最近我去咗北京師範大學嘅珠海校區參觀，嗰度嘅環境好好，可以講係人傑地靈。喺咁優美寧靜嘅校園裏面，相信莘莘學子一定可以認真學習啦。參觀完校園都已經接近中午啦，所以我哋就決定去嗰度嘅飯堂試下嗰度嘅學生餐。嗰度有好多個食堂，有啲知名食肆都喺嗰度開咗鋪頭㗎。我哋行咗一圈，最終選擇咗呢個最多人用餐嘅學生食堂。佢啲食物一碗一碗咁樣裝好咗，好似湖北啲小碗菜，每一款唔同嘅價錢，由2蚊到11個幾不等，明碼實價。每個人揸住個托盤，一邊行一邊揀。佢啲白米飯每一碗1蚊，有大有細，各人按照自己嘅食量選擇。不過唔好以為食一碗細嘅就唔抵喎，你食咗如果唔夠嘅話，可以去免費添飯㗎。總之1蚊就食到你飽為止，只要唔好浪費就得啦。餸菜嘅種類好多，有菜有肉有辣有清淡，我仲選埋甜品添。選好菜就成盤攞去呢一個收銀處，成盤放喺呢個結算區，即時就可以識別同埋計埋你要俾幾多錢，用手機刷一刷就可以開餐啦。你睇幾豐富？我哋5個人人均消費16個半咋。我覺得啲餸菜嘅味道相當唔錯，最重要係乾淨企理，絕對符合我哋國家主席對學生餐嘅要求，就係營養均衡、乾淨衛生啦。食飽之後自己收拾好，倒咗啲廚餘，啲餐具沿住呢個輸送帶就會送入去清潔噶啦。就係咁樣，呢間年終無憂嘅食堂為呢度嘅師生提供咗1日3餐優質嘅飲食。